王可算是雪中送炭呢，会后把我们从宫里两手空空的赶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们饿死、冻死。如今有了义渠王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算是救命了。母亲，他这是何意？没什么计了。天底下无论多少钱财，都是能偿还的。那世间之物有什么不可以偿还？情分，这人世间最难偿还的，就是情分。这，公子这衣服真好看。这，公子还冷吗？一点都不冷。母亲，待会儿大姐姐会给我们吃什么呀？公子馋了。大公主召见夫人和公子，为什么不在燕宫里，却要去黄金台呢？适才我也疑惑。母亲，这样想，燕国是以礼贤下士而闻名天下，世人皆知黄金台，而不知晓燕宫。大姐姐在黄金台召见我们，应该另有一番含义。公子说的有道理。马车来了。夫人。夫人和公子请进，其他人门外等候。夫人，公子请。母亲，这里看上去真的很气派。上茶。坐吧。多谢。李夫人，据说楚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温鼎烩肉了。为了您来呀，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没想到义后还知道我们楚国的风俗。夫人，公子请自便。继儿，继儿等大姐姐来，继儿不可捐钱失仪。以后政务繁忙，一时无法脱身，我们等等无妨。义后。怎么？难道请我们来的不是义后？世上真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已经积火烧长了，还硬撑着要见你心仪的义后。可惜义后已视你为婢女。怎么是你？十几年不见，月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？母亲，这位夫人是何人？她是母亲楚国的故人。想来，这位就是秦国质子公子季了。我是何人？我不仅是你母亲的故人，还是今日设盛宴款待你们的主人。我夫君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是燕国国相的夫人。今日也是你一手安排。看起来你确实穷途末路。听到杯盏之声，就这么快奔到我这儿来了。这黄金台华宇楼阁，这厅内温暖如春，该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哼，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。的确是过眼云烟。你给秦王当印签，刚刚享用了几日富贵，就被赶出秦国，茫茫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可喜可贺啊！
依仗权势，虎虎之威，一手遮天，难掩天下之目。我不图掩天下之目，只让国相对我言听计从，已足矣。既然妹妹到了燕国，我该尽地主之谊，全力款待才是。这么说，让人偷去我的钱财，放火烧了我们的住房，也是你一手谋划？哪里用得着我谋划？勾勾手指，便有无数人争着去做。无耻！米夫人，且慢。既然你如此有骨气，为何对我的施舍受之不缺？什么施舍？我绝对不会要的。这虬长凤缕并非凭空而来，你和公子身上的每一寸缕，都是拜我所赐。你我言语不合，话不投机，物归原主才是正理。米夫人，请吧。这冰天雪地，赤身露体的，冰天雪地，只怕米夫人在秦国和楚国都不知何为真正的冰天雪地，尝尝定是别有滋味。但赤身露体从这黄金台走出，却有碍风化。赵臣在。米夫人，这是我在大街上从2个冻死的乞丐身上扒下来的衣裳，也许正适合你们2人的身份呢。怎么难过了？从楚国到燕国，这么多年，我日日都盼着这一刻。你对我也就算了，继儿不过就是一个孩子，你们为鬼为魅，你冲我来啊！也是，衣不遮体，赤着脚走回去，说不定就冻死在半路上。你若心疼儿子，不如此刻就跪在我脚下，承认你是个贱人，是个从小就不知廉耻的贱人。我或许可让他留住身上的每副裘皮。母亲，继儿不要这衣裳。继儿，夫人，他们把你们怎么了？这不都坏了？少夫，停车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困顿在这大雪之中啊？我们是秦国之子，这是米夫人后公子介。在下苏秦，在秦国与米夫人曾有过一面之缘，快请贵人上车。多谢，快点儿！多谢。
上车。夫人，苏子走了。是临行之前，苏子吩咐他的手下把公子的貂皮衣裳给赎回来了。苏子救我和继儿于危难，并为我们请医买药。苏子说世态炎凉，万物刍狗，他让我们好好照顾夫人和公子。他说若有什么急需，我们可以去黄金台找他。亏得魁姑没有看到我等的遭际，否则岂不让他心碎？那个米音简直是个邪魔恶鬼，定不得好报。香儿，你可去打听了那米音是如何到的燕国？打听了，苏子的手下告诉我，当年在楚国，因为公子歇逃婚，米音的婚事搁浅了多年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米音嫁到燕国，本来是想做燕国王后的，可是没想到齐国趁火打劫，从中插了一手。那米音千里迢迢嫁到燕国，还没做成王后，却险些做了乱刀下的亡魂。再后来，她就遇到了那个做了多年官夫的郭伟。当时的乱象可以想象，郭伟依仗秦国和赵国的力量平乱，又被燕王拜师拜相，定会让米音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。而米音楚国公主的身份，也让郭伟倍感荣耀，因而对米音百依百顺。怪不得那个米音敢如此嚣张呢。苏子，燕王求贤若渴，苏子乃治国安邦之奇才。上次苏子来见我和燕王侃侃而谈，令人茅塞顿开。望苏子能长久留在燕国，出入朝堂，成为社稷肱骨，共商天下大计。苏秦才疏学浅，蒙燕王义厚厚爱。先生不必过谦，当年齐国乱燕，奇耻大辱，至今未报。如今大王一心想强燕而图天下，不惜输尽钱财，正是为了招募先生这样的兴国治世之才。齐王骄横暴虐，遭各国诸侯愤恨。大王想学习国耻，并非难事，但眼下齐国国土广阔，人口众多，以燕国一国之力攻打齐国，很难一蹴而就。不如联络赵、楚、魏、秦等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苏子所言极是，郭国相与诸国结盟立约，要为眼下头等大事。大王，微臣一定照办。在下还有一言，不知当说否？请说。大王既然打算与诸国结盟，就该善待诸国之子，免得因为他们的不测之祸而与他们的母国生出龃龉嫌隙。请先生明示。昨日，在下回黄金台驻地，偶遇秦国质子公子季和他的母亲芈夫人，他们蓬头垢面，衣不遮体，挣扎在风雪中。幸好在下发现，把他们送还驿馆，不然必定冻死在大街上。此事当真？绝无虚言。国相，我曾说过以礼相待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以后定是微臣属下疏忽，办事不周。望国相查明原委，尽力补救，切莫耽搁。微臣这就去办。微臣告辞了。国相慢走。母后，那寡人也回宫了。去吧。大王慢走。以后，苏秦告退。苏子请留步，我有一事向先生讨教。以后请讲。青青，再去给先生倒一杯热茶来。是。苏子请坐。看来芈月他们
真的遇上麻烦了。难道义后对米夫人的现状毫不知情？我本是恨芈月当年对苏子无情，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纠葛来往。可刚刚听先生说，他和公子季差点冻死在风雪之中，又让我忍不住牵挂起当年的情谊，心有不安。苏秦离开秦国，义后为何要责怪于米夫人呢？难道当年不是他在中间作梗？当年你父王重用张子，弃用苏秦，实乃对朝臣的权衡之术。你父王并非昏君，若不是他心中也有疑惑，怎会听从后宫嫔妃一人之言？苏秦投宿客舍，那客舍老板对我百般刁难盘剥，逼得在下不得已才离开咸阳。这就更怪不得米夫人了。虽然如此，可眼下芈月见罪于秦国会后，她不希望我后代芈月，所以我不见芈月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您身为燕王的母后，会后怎可在旁指手画脚、肆无忌惮？别人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这个母后是怎么来的吗？当年秦国的兵马辅保我们上位，眼下朝中卿大夫也不全服我们，列国也轻蔑我们。我们唯一可以依仗的，只有我的母国。我不能得罪，更不能得罪如今的秦王和他的母后啊！不知义后在燕国，竟这般之难。苏秦来晚了。不晚，只要你能来，往后我在燕国的每一日都会不一样了。这晦气的燕国，一年到头满眼的冰雪，能有3、5个月的春色就不错了，弄得我寒气上身，骨头整日酸痛。夫人定是操劳过度了。这么大的相府，万事全仰赖于我。我若不斟酌计较，劳心劳神，谁来操持？夫人说的是。就这么还有失手的时候。那日，我满心以为那个贱货被我赶出黄金台，定会毙命于大雪之中。谁料竟被一个好事的家伙搭救，捡回了半条性命。竟有此事！一个叫苏秦的东周世子，胆敢坏我大事。原本想让人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，可下边人说他是相爷新寻到的宝贝，动不得他，真是气死我！相爷今日回来的好早啊！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啊？进门就冲我耷拉着脸。夫人，你与那秦国质子有何过节？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？相爷的话真好笑，我与他们有何过节？明明是相爷上次回来提起秦国会后来信，说让咱们不必善待他们，让你为难得很。我可曾让夫人帮我的忙？相爷既然有难处，妾身替夫君排忧解难，有何不可？大胆！你一个妇人，不在府中好生料理家务，竟然自作主张干预朝政。妾身哪懂什么朝政，只是看夫君作难，帮你一把。谁料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招来你横眉立目。好，既然我犯了大罪，那你治罪好了，要杀要打全由你。反正你是国相老爷，杀了我一个楚国公主，也可以让你扬名天下了。夫人，坐。好了，夫人，反正你是看我样样都不好。若这样，赶紧把我送回楚国去。哎呦，夫人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舍得把夫人送回楚国呢？啊？哎呀，哎呦，
夫人，夫人，快看快看，今日有人呐，给老夫啊送来了一只金钗，一只鎏金凤钗。这金钗是实打实的货色，凤钗虽是鎏金，但做工精巧，美轮美奂。老夫知道夫人对这首饰见地独到，所以啊，特地把它们带回来，与夫人共赏。啊，夫人，这两样东西可好？哎，黄金台之事已经查明，是国相夫人所为。我记得国相夫人也是楚国的公主，难道他们相识？我询问过一些人，没有人能说出所以然。若不是他们曾经有过节，那国相夫人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国相的意思。你为何不明示国相，不要难为芈月母子？你真以为燕国的大权在我和侄儿手上吗？名义上侄儿是燕王，我是燕王之母，可实际上朝堂的政务还不都是郭伟一手包揽？我若因为芈月公开斥责他，与他有了嫌隙，那朝堂上就无人可依仗，岂不因小失大？照夫人这么说，事情就难办了。眼下对芈月他们来说，一碗热粥比一箱珠宝更为紧要。或许不用我们出面，就有办法可以帮到他们。甄嫂，哎，甄嫂，哎呦，在家我以为你出去了呢。夫人就是这家，甄嫂，来，我给你带客人来了，租你的房子啦。夫人，请进，来呀，来，您到这边看，来，快，这边，您看看。还有这边，哎呦嘿，小心啊，小心脚下啊，这边。哎，夫人，您看，这儿挺好的，院子乱点收拾一下就好了。这是我们这儿1等1的房子。甄嫂，你家几口人？这房子怎么租啊？这么大一间院子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？家里的其他人呢？满满的都是人，公婆、老儿、大伯、小叔，满满的睡觉。夫人，不瞒你说，他们家的人都死了。他大伯原是军籍，后来战死军中。她在军中的丈夫也死了。她公公为了让小叔子活命，自己去从了军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齐国人来了，把他小叔子也打死了。她可怜的儿子病死了，婆婆呢也饿死了。像她此刻这样，也是在等死。夫人，这种地方怎么能住啊？如今天下太平了，不打仗了。我不是牙婆吗？我就看着甄嫂可怜，想着能不能找点客人，把她这个房子租出去，多少赚几个钱糊口。哎，她只是有时候糊涂，其实人挺好的。前些日子，孙屠户还托人说媒要娶她呢。巫婆，我知道了，让我想想。我想了半日，那院子走进去，的确叫人心寒。那哪是人住的地方，一院子的鬼，唯一的活人还是个活死人。那我们不租那儿了，再到别处找找。不是租不租那院子的事，而是那些事直塞人的气息。我好像突然领悟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驿馆赶出去。他们不仅要我们冻死、饿死，更要我们的心死。
要我们即使有一口气，也要如同行尸走肉。西市虽贫贱，可比贫贱更恐怖的是无王。我在想，我和继儿和你们会不会就此泯灭在那儿？夫人，我一路想，一路回到了驿馆。我要问问继儿，问问你们，我们的命是否能强过那些市井之人？进门时，恰巧继儿在念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”我明白夫人的意思了。我们收拾东西，明日搬家。我们搬过去的地方真的有鬼吗？鬼与人一样，也分善恶。那我们住的地方是善鬼喽？继儿已经将葵婆婆做的皮衣包好了。继儿搬到新的住处去，婆婆夜晚来看我，不会找不到继儿吧？不会，葵婆婆会在天上看着我们，我们去哪儿，她就会跟到哪儿。嗯。本驿丞来。你，把招子给我放亮点，知道吗？哎，这驿馆人杂，也许有人趁着搬家之际，顺手牵羊呢。是。这什么呀？公子，刚才夫人与公子说，鬼也分善恶，公子可见过恶鬼？公子在屋里好好找找，眼前就有。我找到了，是他。哼，枯骨死草，没几天了，就剩下嘴硬了。给我看着。是。哎，来，夫人进来。珍嫂，珍嫂，我们来了啊！宝儿，是宝儿，是宝儿。喝水。多谢大嫂，我叫银记，你可唤我继儿，我不叫宝儿。你就是宝儿！宝儿，公子，珍嫂，手松开，松开，继儿，没事，你就是我的宝儿。没事情。公子，我去看看。宝儿，娘来了，我要吃不吃？啊，宝儿，宝儿。宝儿，是不是？宝儿。
宝儿是你的儿子。宝儿，好孩子。宝儿从小就懂事。你的孩儿，定是与我的孩儿差不多的年纪。宝儿自知做大王的时候，他6岁，然后后来齐人来了，他8岁，再后来秦人、赵人来了，宝儿多大？宝儿多大了？你告诉我。宝儿病了，然后我抱着他。宝儿定是个好孩子。然后你没了骨肉，唯有亲人也不能相聚。我们到一起，算是同病相怜、相濡以沫的缘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然饿了，宝儿，宝儿，这儿有吃的。宝儿，这儿，不行，宝儿，娘有粟米，娘给你做啊。娘，那你去做。娘有粟米，我去做啊。宝儿，母亲，这位大嫂有点怪异，她是不是得病了？他是患了思念儿子的病痛。哟，婆婆来了，公子也在干活啊。要不是刚才看到甄嫂也站在这儿，我真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呢。如此干净。宝儿，手凉不凉？不凉。宝儿好孩子，懂事。宝儿好。甄嫂肯说话了。懂事。难道她以前不说话的？宝儿。自从她的儿子宝儿病死以后，她整天只跟屋子里的鬼魂说话，除此之外便不肯开口。五婆来了。哎，你家夫人呢？在屋里呢。五婆来了，快坐。夫人，慧儿倒水。是。真能啊！米夫人，你们可真是贵人呐！无论到哪儿都给哪儿带来了贵气。你看，连好几年不开口的甄嫂都和我们说话了。五婆才是我们的贵人。让我等有了片瓦遮身、立锥之地，芈月敏感不忘。哎呀，米夫人，老妇是心中有愧，若能折些罪过，倒也好。哎，米夫人，这些衣物可是宫里的东西啊。这虽然旧了点儿，但料子和针线那是上等的。五婆眼力过人。说起来，这些旧衣物还真不如一件可以挡风御寒的粗布衣裳实用。夫人哪里知道啊，这些针线手艺啊是能赚钱的。不知这些女工是不是夫人身边的人做的？婆婆的意思是，这针线可换衣食？岂止是换衣食啊，能换上等的衣食。不瞒婆婆，这些针线是我一个亲人亏骨，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做的，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。若真能换衣食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原来米夫人，你也有这样的技艺啊！要是让夫人出卖针线，未免过于
降尊临卑，居高就下了。我们此刻的处境，婆婆应当心里有数。举步维艰，几近山穷水尽，何况能自食其力，比养人鼻息、寄人篱下来的硬气。既然夫人如此洒脱，那老身就直言了。在这燕国，除了宫中显贵、富豪世家，很少有人寻求礼乐典籍的。夫人的抄录生意虽然时不时有，但未免清淡。夫人不知，眼下燕国呀，这有了几日太平的日子，财主嫁女娶亲，权臣送礼作寿，在继承那是日日都有的。好的针线，就是好的面子呀。看夫人您的技艺，盖世无双，凭这针线，只怕你活多到接不过来，还愁吃穿用度嘛。谢五婆指点。若这真是一条出路，那还要请五婆帮忙招揽生意。只是芈月有一事相求，请五婆在外最好不要透露我们的来历和身份。夫人放心，这个自然。以后怎么样？芈月他们有消息了吗？左大夫告诉说，自从国相的手下去陶尹那边传了话，陶尹就不肯再帮忙了。因为您曾经有话不要提及这是宫里头的意思，左大夫也就不好再强求陶尹。芈月他们被赶出驿馆后，有人说他们好像搬去了西市，奴婢几次托人前往西市打听他们的去向，都杳无音讯。西市乃引车买将卑微之地，搬到那里栖身，岂不玷污了王家身份？更何况他们是秦国质子，对继承人生地不熟，离开驿馆，他们该如何活命啊？是啊，芈月他们这次真的难了。他们都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你从秦国回来，重新做他们的首领，应该是得心应手。秦王夺了司马错和魏冉的兵权，要不是他们拼命拦住，我定带人打上朝堂，宰了那个妖妇，还有那个猪狗不如的大王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让我的外甥嬴稷做大王。臭小子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仗杀人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想到你也会让自己人当大王啊！你以为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找我借人，去打秦国，杀人啊！对，我可不想像魏冉哥哥那样被困在咸阳东墙不动。我被这个恶气憋得脑袋疼。白起，这次你带人马去敲打秦国，每一仗都要声势浩大，不仅要打赢，还要打疼他们。我让你敞开了杀人，这样你魏冉哥哥重新领兵的机会就来了。我杀人，魏冉哥哥就能重新领兵了？对，只要你闹得秦国边城无一日安宁，到时候他们缺兵少将，顾头不顾腚，他们就会让魏冉出来，重新领兵。这主意和我比气。夫人，您要找的冯仁和秀娘来了。这燕国就是这样古怪，春日来了，花儿好像一夜都突然怒放了，生怕谁比谁差了。明日宫中春宴，我是国相夫人，更不能被那些寻常粉黛给比下去。夫人的相貌在宫中已是绝色，夫人新做的桃花绣服一定可以艳压群芳，无人可比。哼，告诉他们，那件桃花绣服做好了，再赶快为我做几件夏衣。这燕国夏日一晃而过，若没有几件花色新鲜、薄若蝉翼的夏衣上身，都不觉得曾有过夏日。知道了，夫人。
冯夫人吗？郑夫人，见过夫人，见过夫人，百嫩细如此红光满面。你今日的装扮真是漂亮啊！您真是过奖了。见过王夫人，郑夫人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呢。夫人这套衣裳真是华美异常啊！您真是过誉了。是国相夫人，国相夫人。国相夫人，您来赴宴，今日宫里春光无限呐，您请。齐国对燕国一直是虎视眈眈，企图吞并燕国的国土。燕王决议联络诸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楚王早有与燕国交好之意，所以楚王一收到燕王的来信，即刻派我出使燕国。哎呀，老夫自知是坐在了火山口啊！燕国国力衰退，我国委虽然没有管仲那样改天换地的能力，但却有一腔耿耿忠心，上不做天，下不愧地。老夫定会竭尽全力，敦促大王母子听从苏先生和黄公子的忠告，尽早确立与楚国和其他诸国的联盟。如此最好。国相，子歇既然来到燕国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。听说秦国公子季与其母芈夫人在燕国当质子，不知眼下情形如何？黄公子与他们相识？芈夫人本是楚国公主，与子歇是故人。楚国公主？原来黄公子与芈夫人曾是故人。在下前日去过驿馆，打算探望公子季母子，谁料却被告知公子季和芈夫人已搬离开驿馆，不知去向，真是令人担忧啊！公子季和芈夫人他们离开驿馆了吗？正是。这老夫的确不曾听说呀。前些日子，老夫还曾经派人给芈夫人他们送去了钱财，并传话给那驿丞，叮嘱他对秦国质子不可过分苛刻。哎呀，你看这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为何缘由啊？据说是因为驿馆所价过高，使得公子季和芈夫人不得不另寻他处。他们虽身为质子，可并非街头弱小，怎可任人盘剥呢？更何况公子季是义后的骨肉兄弟，身份尊贵，为何连个驿丞都敢欺辱他们？这是个贪吏，利令智昏。公子放心，老夫定去查个明白，若有行为不检，严惩不贷。子歇恳请国相尽快查清楚公子季母子的下落，以免他们流离失所，无处安身。那是自然。子歇谢过国相，先告辞了。那个田将军的夫人算是什么东西？竟然也敢诸围催让，在我面前卖弄她的首饰。夫人说的是。还有那个慕容夫人，她夫君不过就是宫中的武大夫，她竟肆无忌惮在春宴上盖过我的风头。慕容夫人往日对夫人还是很恭顺的。看她今日穿的那件富贵海棠锦衣，那是恭顺吗？那是明目张胆的羞辱。依灵儿看，慕容夫人的海棠锦衣的确是清丽脱俗，可夫人的桃花绣服更加严厉悦目，并不比她差呀。你也气死我呀！没听到义后在春宴上夸赞慕容夫人衣服上海棠绣得好，还说什么桃羞杏让？那桃指的是谁呀？那不就是我吗？你猪脑子！哼！夫人满面春风而出，一脸冰霜而归，是何人招惹了夫人呢？还能有谁？田夫人、慕容夫人，还有义后。这样说来，春宴上的人有一半都开罪了夫人。国相爷做主，府里的那些缝人和绣娘偷懒使滑，都是因为他们不肯尽心尽力
才让我在春宴上丢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府里的逢人串通了春宴上的夫人们，故意惹国相夫人生气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来，喝杯茶啊！来来来，茶都凉了。灵儿，重新去烹茶。是。今日府上来了一位宾客，向老夫打听一个人。打听什么人啊？秦国质子公子季的母亲，芈月，芈夫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也是刚刚知晓，芈夫人竟然也是楚国公主。那又如何？这样说来，芈夫人该是你的姐妹吧？别跟我提那个贱人。为什么？她不配。她不配做什么呀？不配做楚国公主，还是不配做你的姐妹啊？我说了，别跟我提她。既然你对她讳莫如深，定有原因。若让我不提也不难，但必须讲清楚究竟。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那黄歇也算名头颇大，也是举世英才。但与我说起那芈夫人的情形时，却是一副关心则乱的模样。黄歇，你是说楚国的黄歇在打听那贱人的情形？不错，正是楚人黄歇。10几年了，他还对他神魂颠倒，念念不忘。好个贼子狂徒，胆子不小，也敢在我府上出现，就不怕我戳瞎他双眼，撕了他的皮？这么说，夫人与他也有嫌隙？什么嫌隙？是深仇大恨。他当年使尽手段羞辱我，使我哀痛欲绝。你是我夫君，本该替我做主伸冤，却开门一道，将仇人恭恭敬敬地请进府里，令妾身再次蒙羞。哎呀，他是楚王派到燕国的使臣，来与燕国商谈结盟之事，算是我的贵客。我能怎么办？棍子打他出去？将他送进继承大狱，砍掉他的双脚，拔掉他的舌头，将他扒皮抽筋。夫人莫不是没听清楚老夫刚刚说的话呀？他是楚王派来的使臣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更何况眼下楚国正打算与燕国结盟。我不管，我要他们死，我要他和那个贱人马上都去死。话已至此，老夫的好奇之心是越来越重。夫人可否告知原委？看一下，看一看啊！这绣活继承哪儿找啊？谁见得到啊？哎，巫婆，这双小鞋几钱？10钱，看一下啊！明日啊，我外甥过满月，我看这小鞋送他很合适啊，就是价钱高了点儿。你仔细看看这做工，10钱值不值？若是不值，你再来还价啊！这个说的也是，10钱就10钱吧。哎，挺漂亮的。巫婆走了，好，穿着好了再来啊。好。巫婆，这东街药店掌柜他新娶的小妾，下月就要生养了。正需像你这样手巧的绣娘做一套喜庆的被褥，这活计你得帮忙。你放心，你只需把定金拿来便可。那好。婆婆，这个好漂亮。这块布绣的真是考究，尤其是这花枝，绣得灵动精美。敢问这是出自您的针线吗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取笑我老身呐？我哪有这样好的技艺呀？我是带人家卖的。看看，那这针线该是出自楚国人之手。也许是燕国人、赵国人也说不定。婆婆莫打诳语，恐怕这燕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这种花从来没见过。是，好秀气的小花，真是从来没见过。这是杜若，它开在半坡林中，
这是只有楚国才有的花草。公子，你买便买，哪有这许多话啰嗦的？好，这块布我买下了，多少钱？30钱。这是50钱。只是求婆婆告知，这针线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？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啰嗦。我说买当然要买，婆婆留步。这50钱请收下。婆婆，在下楚人黄歇，为寻故人特地来到蓟城。若婆婆知晓一二，望如实告知，黄歇必有后谢。哎，婆婆。这样听来，那芈月实在是个妖妇，夫人也的确受了莫大的委屈啊。他们与我是刻骨铭心、不解之仇。哎呀，夫人，特别是那个贱人，毁了我一生一世。好了好了，而且秦国会后也来信说要燕国帮忙收拾了那公子季母子。凭国相爷的智谋和权势，要他们的性命不过就是举手之劳。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替妾身出这口恶气，顺便送秦国一个人情。夫人以为诸国之间的人情是那么好送的？燕国送秦国一个人情，秦国能还燕国何物？既然秦王母子急于要取公子季母子的性命，这也就是说呀，公子季母子并非可有可无，我们正好用来与秦国讨价还价。我一直担心燕国对秦国过于依赖，秦国既是燕王母子的靠山，也是燕王母子的牵制。眼下我们正可以用秦国质子来掣肘秦国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不懂你那套生意经，我要他们死！不可，我要将这筹码安安稳稳地放在那儿，待价而沽。我要他们死！可我还没有想好他们的价码。他们若不死，妾身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公子季母子干系重大，一动而牵全局。你已经使了手段了，让他们吃尽了苦头，眼下他们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。夫人只当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了，如何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为我做主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夫人该撒手了。我若不肯撒手，又怎样？倘若夫人做事不留余地，就不要怪老夫与你恩断义绝。周氏气数有尽，看看那周天子唱得如此张口数，便知他们时日不多了。大秦事业犹如大王，似骄阳凌空。从来九鼎迁移，欲使王朝更替。今日
寡人就要把这九鼎给搬个位置。敢问周天子，此物便是九鼎？正是。此九鼎本是夏禹收天下九州之金所铸而成，上刻本州山川人物、土地供赋之说。九鼎列于朝，乃天子所掌九州之象征。哼，你是何人？小人东周人士，苏代。依你们看，这鼎有多重？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？鼎乃天子之器，重达1000钧。自九鼎铸成以来，除奉天子之命合力抬举之外，凡人岂可轻易举起？哼，笑话！照你的说法，此鼎若非天子之命，别人还碰不得。不是碰不得，是碰了又能如何？寡人不信，有谁能举得起这鼎？好，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如何？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，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。若是寡人赢了，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注，由寡人带走，如何？天子不用怕，且看他们举试试。好，人比乌货猛奔。在，你们上前，比试比试，看谁先能把大鼎举起。是。此王鼎父王气系天命，想冒犯此鼎之人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小心遭了天谴。秦侯，依小的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强人所难的好。寡人养兵1000日，用兵1时，你们3人究竟谁人能举起此鼎？大王，人比不才，想先试试。好。大王，人比气力不济，有辱大王使命，该死！五货，你来。是。一定能，我就说不行。猛奔！你是大王。
秦侯，你输了。看来秦国的确无人能有举鼎之力。天子，您错怪他们了。据臣所知，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千钧重物也非勉强。只不过这九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，也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？不如寡人亲自来举。大王不可啊！秦侯，不必勉强。天命在周，九鼎无人能动。您迁怒于他们，已属本末倒置，更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啊！大王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视啊！大王身系天下。秦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，善也。敢相！寡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鼎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，天命在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，人之以一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王神力呀！大王威武！大秦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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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秦威武！神力呀！王叔有何事？是大王的消息。大王从洛阳回来了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在洛阳举鼎，身受重伤。大王没了。会后，新鲜的芹菜，开步，米糕啊，新鲜的芹菜啊，热乎的米糕，热汤嘞，刚出锅的啊，热汤。热乎的，来尝尝吧。婆婆，婆婆，一成老爷，一成老爷，灵儿姑娘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国相夫人要我把那个给慕容夫人做针线的绣娘寻出来。听说那个绣娘好像住在西市，所以我到这儿来碰碰运气。义成老爷到这儿来，难道也是给国相夫人办事？啊，不是。哎，婆婆，
我约了好友在前面酒部喝酒，没想到灵儿姑娘也在这儿，这不巧了吗？你看。既然义成老爷公务繁忙，那灵儿就不打搅了。好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敢于刀口舔血的义成。皇爷久闻大名，失礼。若不是正好碰上灵儿，小的或许就可以知道皇爷为何要和那个牙婆见面了。记得那个慕容夫人曾与我说过，正是那个牙婆牵线给她做的那身衣裳。可无论怎样追问，她就是不肯将那绣娘的来历告诉别人。也许那皇爷找牙婆就为了做身衣裳吧。难怪你只能做个义成。小人愚钝。明明那皇蝎一心要寻的是秦国来的芈月，他急于要见的人，只可能是与那个贱人有干系。小的明白了。这么说，牙婆的背后肯定是芈月。只可惜我跟那牙婆曾经相识，牙婆见到我后就不肯与那皇蝎多言语，转身就跑了。你也算没白跑，帮我厘清了那绣娘的底细。哪个绣娘？我一直猜测那绣娘是何高人，原来是她。那个贱人藏在西市不肯露面，却悄悄与我斗法，富贵海棠，杀败了我的桃花参。哼，算他赢了一局。谁敢与夫人作对，那是自寻死路。这次一定要痛下杀手，免得他一时气息奄奄，可眨眼的功夫就又活过来了。要不是撞见了那个可恶的义成，我就能向公子说明夫人的处境，把她带到这儿来了。既然被赵晨那条狗跟上，一时不见也罢，免得生出事端，给公子惹上麻烦。公子到了燕国，便被人盯上了。我担心的是，这样一来，夫人您不能去见公子，公子呢不明就里，想见夫人也难呐。婆婆不要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哦，听到那个与义成搭话的妇人说，国相夫人正在到处寻找给慕容夫人做衣裳的绣娘。她还是不肯对我们放手。大王已被定下谥号。什么谥号？大王一生好武，所以美视为武王。武王薨了，会后切勿伤心过度，坏了身体。大秦还需要会后整操国事。我怎能不伤心？我儿风华正茂，却在洛阳举鼎身亡，这都是人比梦本乌火这些乌合之众蛊惑怂恿的结果。武王过于崇好力士，罗织宠用，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无天。先王去世，把我儿交于你们辅佐。王叔若能时时指点提醒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事。会后，乌火等人确实罪不可赦，如今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只待朝廷依法定罪。还等什么？传旨下去，车裂无货，腰斩人比，狐朋梦奔，3人歼灭9族。是。
实我也知道，当儿之死，怪不得你们。但只有处置了乌霍等人，才能让秦国免于天下耻笑。眼下重中之重是大秦的王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惠后说得对，武王无后，生前又从未提及楚魏之事。武王有兄弟10几人，大都各有封地兵马，这让朝中重臣难免担忧。国家大事，非我一深宫妇人可妄言。但王叔不知，武王在世时，确与我提及过楚魏之事。丹阳君公子壮，是已故魏长史之子，多年来一直由我派人悉心照料教导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在他的封地丹阳，也搞得风生水起。当儿一直看重这个兄弟，曾与我说，若有一日他弃世时无子息，可将王位传于公子壮。公子壮，公子壮性情木讷懦弱，先王在世时，那公子壮就总是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趋，从不得先王所喜。这骤然提议立他为国君，恐怕难服众人。我只是据实相告而已，具体取舍，当然还得与你们商量。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此事重大，不急在一时，还是慎重为好。老臣在前朝还有政务打理，就先告退了。甘相是否也要慎重考虑啊？既然武王生前有话，微臣不敢置喙，只是尽力照惠后的意思去办便是。那就拜托甘相了。是。楚离子，武王后，魏夫人。王叔留步，魏仪有一事请教。夫君薨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
魏仪有了身孕。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甘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，九死一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。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借助腹中胎儿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便可与会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会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甘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甘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会后说的是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会后断了嬴夫人的年俸，他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他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他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，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嬴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嬴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夫人，你看。乖孩子，宝儿。夫人这是怎么了？想快哭了吧？夫人喝口水。一些针线我们来做吧。你看，过几日，只要我们做好了陶颖夫人的喜服，就不用再整日为柴米而发愁了。哎，五婆不是说今日把陶颖的布料送来吗？这会儿了，怎么还没送来呀？五婆年纪大了，走路走慢些也是应当的。就是这。有人在吗？出来接我们右丞老爷。谁呀？就是这儿吗？林大人，就是这儿。那还不抓紧搜脚赃物，将人犯拿下？是。慢！你们是何人？怎敢私闯民宅？本官为燕国的廷尉右丞，朝廷派我来西市捉拿盗贼。谁是盗？谁又是盗贼？昨日陶尹大人府中被盗，丢失了不少珠宝黄金。
有人亲眼看见盗贼拿着赃物进了这个院子，其言过于荒唐。何人亲眼所见？让他站出来作证。你别急嘛，来人，给我搜！是，搜！哎，你们别进去！事儿可麻烦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来这么多官兵？不会吧？这院子里边住的都是富人的小孩，这么多人，那甄嫂人还糊涂着呢，也不会干出这等事情来。就是，这家人挺好的呀，不会干这种事儿的。拿出去！快点！果然都在这儿啊！这是陶尹夫人做喜服的定金，这是用来镶嵌在喜服上的珍宝。喜服？谁说陶尹夫人要做喜服啊？啊？做喜服用得着这么贵重的珠宝吗？而做喜服的衣料又在哪儿啊？明明是巷子里的五婆做中人替我们接的活计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陶尹夫人？啊？你要不提啊，我还差点把这老婆子给忘了。本官办案手里当然是要有凭证的。来人，在，把那个老婆子押上来，押上来。五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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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本官已经查明，就是这个老婆子与陶尹府中的婢子内外勾结，鼠盗狗偷，不择手段。哼。如今人赃俱获，有承大老爷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做喜服的活计是陶家的下人说，陶尹老爷的儿子要大婚，是他们亲自找上门的。那些珠宝和金子也是他们交予我的。大人，你要是不信，我愿意与陶府的柳姑对质。对质？案发后，那个柳氏早已潜逃，不知去向了。你们明明是早已谋划好了，以为就此可以销声匿迹，偷窃的钱财也可如泥牛入海，却不想，偏偏被本官抓住了你这个贼婆子的贼手。哼，更是顺藤摸瓜，揪出了你们这几个幕后主谋指派。这么说，这陶府从未打算要办婚事。陶府办不办婚事与盗案有何干系啊？陶府要办婚事，陶尹夫人要做喜服，这该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啊，就算陶府要办婚事，啊，陶尹夫人要做喜服，这蓟城城内有的是专门伺候达官显贵的逢人绣娘，哪里轮得到你们这几个啊息事无名粗笨妇人上手啊？你去城中好好查查。只怕那些显贵身上穿的，有不少就是我这粗笨妇人的针线。你这是不打自招啊！啊，看来你仗着给别人做针线为名，在城内干着鸡鸣狗盗的事情，已经不是一两日了。哼，本官倒要好好的查一查，看看这蓟城城内到底有多少苦主招了你们的道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来自秦国，这位公子是你们燕王的舅舅，义后的亲弟弟公子季。这位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，你们诬陷好人，这是对贵人大不敬。秦国的质子，哎呦，名头好大呀，吓死我了啊！你们若真是大王的至亲，又怎么会两手空空跑到这种贱者居住的西市来隐姓埋名啊？你若不信，可以找你们国相郭伟查证。你这个狡诈妇人，明知道我国相陪着大王和义后出宫了，你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，好趁机逃脱是吧？哼，你们可真是机关算尽啊！来人，在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是。大胆！走。你身为主管刑狱之官，吃着朝廷俸禄，怎可无凭无据胡乱抓人，乱施淫威？本官说要抓，便抓了，你又能怎样啊？哎呀，这些当官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是？专门啊欺负妇孺弱小。就是啊，
既然你们都是秦国来的，就应该知道你们的商鞅之法，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官更要对你们进行依法严查，都给我押走！本官还要沿街鸣锣示众，让满城的百姓都来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秦国来的大盗是何等的嘴脸！来人，在，押下去！是，住手！子歇，既是秦国质子，要带走，须以行文向秦国交涉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楚人黄歇。一个小小的世子，少在这多管闲事。身为朝廷命官，罗织罪状，污良为盗，这种闲事人人可管。这些黄金珠宝便是证据，本官可以随意找到不下10人，见证着老婆子昨日下午抱着2个匣子进了这个院子。既是赃物，谁又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捧在手上，穿街走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住处？难道这做贼的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行踪，打算广而告之吗？本官还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把证据拿出来看看。你们刚才可否搜到了别的赃物啊？屋内还有一件貂皮衣裳，还不快去拿来！是。大人。哼，怎么办？果然可疑。你们这些人如乞丐般贫贱，哪里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衣裳？哼，人赃并获，都给我锁起来，先沿街示众，再带回公堂。本官要细细的查问。是。这婆婆都在这儿，我走了。静儿，静儿，小孩子你也动手？静儿，宝儿，放下看，还给我！去，静儿，公子，你看懂我宝儿！滚开！智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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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再敢乱动，就如同这贱妇一样，杀无数！哼！都怪我！大人，完了！惹人杀！杀了这帮畜生！玉儿，咱们杀了廷尉右丞，在这蓟城也算是捅破了天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天黑之前，咱们必须出城。芈月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义渠君，你是怎么突然到了燕国？我听说你在燕国受人欺辱，我就立刻带着兄弟们过来了。没想到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义渠君豪侠仗义，扶危救困。今日若没有你们相助，我等定会身陷桎梏，备受凌辱。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。义渠君急公好义，请受黄歇一拜。
黄公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哦，死而复生。今日一见，黄公子也算是英雄好汉。糜夫人，今日闯下如此大祸，都是老身的错。婆婆不要责怪自己。那些贼人一心害人，剑却张罗。婆婆心善，免不了会中了他们的奸计。眼下朝廷马上会派人追捕我们，婆婆只好随我们一起出城，那才是上策。糜夫人，你们还是赶紧逃命吧。我在乡下有亲戚，我可以去躲一躲。就是珍嫂太可怜了。珍嫂，你醒醒！珍嫂，你醒醒！香儿，把这些给邻里乡亲，请他们好生发送珍嫂。是。继儿，母亲，珍嫂是个好母亲，她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看待。记着有一日要为她报仇雪恨。真是废物！你们带了那么多人马去，竟捉不住几个妇人，一个顽童。夫人应该知道，西市乃乌合之众，云集之地。闵夫人凶蛮，又有楚人黄歇帮阵，后来又跳出来许多胡人，所以我……怎么胡人会搅和进去？小人也觉得奇怪，但是听他们的口音，看他们的做派，确实是胡人，绝对不会错。好个芈月，竟敢勾结胡人，聚众滋事，擅杀朝廷命官，光这些罪状，足够他掉好几次脑袋的。原先只是按照夫人的计谋，给他们安一个鼠头狗刀的罪名，当众着实羞辱一番，然后再把他们收到狱中慢慢折磨。可是谁成想，人没抓到，倒是把廷尉右丞的性命给搭进去了。死得好，你们大人死得其所，他用性命成全了那个贱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？我一直想寻求个一刀致命的法子，收拾那个贱人，但国相爷手上不肯染血。这下好了，那贱人犯了燕国刑律，砍头都太轻了，必当车裂之刑处，还有凿顶、抽泪、刨落、挖心。夫人，芈月跟公子季在蓟城犯了事儿，杀了人，必定会尽快想办法逃出城外。夫人，要抢在他们前面啊！对，你们快去！国相爷不在，蓟城出了这等大案，通知守城官兵立即关闭城门，全城搜捕人犯。是。关城门，快！快关城门！关城门！快！不许任何人进出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都给我拦住！不能跑！一个都不能跑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快给我追呀！追呀！给我追回来！